我跟各位来报告，这是发生在师父的身上，很不可思议的公案。大概在15年前吧，我带了10来位的干部，包括我们的法师在内，接受邀请到长白山。听说很多人要看天池，但是因为天气的关系啦，起了大雾啊，什么都看不到，去了好几趟都白跑。有这种情况，那么我们也只是要碰碰运气而已。那一天信徒很用心的安排，本来都是在南坡上去，他给我安排从北坡上去，所以时间缩短了。很快我们就到了天池，到了以后一看，哎呀，很清晰，很明朗，阳光普照，非常难得。我们看了满心欢喜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个信徒啊，就说了：“师父啊，那里面哦有水怪啊！”我说：“啊，什么水怪？你怎么这样子称呼呢？”我说：“你不要说水怪，这么长久的历史，这里一定是有很多水神呐、山神呐、地神呐、龙天护法啦，你一定要这么称呼，不然的话，好像有一种冒读的感觉。你不要这样子不尊敬，不可以，你一定要说水神。”我就这么跟他讲，他说：“好，师父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”那个时候风平浪静啊，没有任何的风，天气非常的晴朗。我们看得到，原来天池长这么模样，外面都是高山包围的，很壮观，满心的欢喜。这个时候，我就跟法师莲友一起，我们站在天池的旁边，我邀请他们说：“来，我们一起来念佛，回向给这些水神呐、山神呐、地神呐，所有龙天护法，我们来回向一下。”好不好？他们说好，师父，我们一起来，我们就开始念佛了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很大声的念。就在念的当下，我们眼睛一张开啊，各位，那完全没有风哦，但是很奇怪的，天池的湖啊，就冒出水泡啊，一个一个的水泡浮到水面来了以后，各位太神奇了，变成一朵莲花，大大小小的莲花，哇，有的很远的地方，有的很近的地方，都变成一朵一朵莲花，就一直靠近往我们念佛的地方将来，一直飘过来，移动到我们这里的一个岸边，它就消失了。我们看到现场的情形，太惊讶了。我们眼睛张得大大的，嘴巴张得开开的。为什么？没有看过啊？那个湖里面为什么长一个泡泡，然后就出现莲花，就一朵一朵的一直往这边走？我说太神奇了，太神奇了！而且给我们安排那些莲友啊，他们看到这个情况，哎呀，内心里面震撼不一样。看这个发生的经过，他们有所感受，说：“哦，师父，你讲的没有错，他们也需要念佛哈。他们听到这个佛号，满心的期待跟欢喜啊，很感恩你啊，大家欢喜充满，从来没有发生过那么欢喜的事情，我们很感动。原来是告诉各位，不管是天龙八部护法，还有所有的山神、土神、草神呐、湖有湖神，溪有溪神，海有海神，他们都非常需要佛号的加持。一听到佛号，他们满心期待，但是一般人纯粹只是观光旅游，他们没有想到说，原来他们也需要念佛。所以我们一去念佛的时候，他们心存感恩啊，冒出莲花来给我们，清楚看到他们来跟我们一起在念了，跟我们一起共修了。所以各位，你们一定要明白，不是只有看得到的人需要念佛，看不到的法界众生，所有过去有进经用功办道的人，他们也在期待名号的加持。所以名号的可贵，名号对众生的利益是不可思议的。利用这样一个因缘来给各位大家报告，原来所有的众生都需要念佛。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接触这个生死大法，把阿弥陀佛的法门牢牢记在内心当中，以后能够感应道交，阿弥陀佛绝对依照他的誓愿来救度我们念佛的众生。师父把我亲身经历过的公案来给大众分享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